我来看今年 APEC 峰会要伫南韩举办，总统热情着望咱的代表林信基会当甲各会员国传达台湾的3项主张，包括强化经济韧性、分享产业经验，佮推动 AI 发展。伫咧今仔日早起出发之前，林信基也发表谈话。总统特别希望能够传达的我们的任务，能够把台湾分享说明。 我们在每一个领域的特色跟我们的优势，特别是半导体、AI， 我们的智慧医疗、中小企业，希望能够呢来推销台湾，吸引投资，那么促进交流，也进一步来提升我们在 APEC 的地位。 除了林信基以外，咱的代表团阁有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振年、国科会主委吴成文，另外国安会主委齐书谦等人也拢会做伙去访问韩国。